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遊戲之王 S。今日我哋要嚟調查一單案件。俾我揾翻先。OK，就係呢一單。魂穿到修仙世界，那么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直接就开始修仙，别人画画就学会。不到2分半的视频里充斥着外网有个频道报道了一起玩家失踪案，随着调查深入，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加入了游，刚才看到的是不是他？他很可能。呢一段嘢咧 ，OK， 我已經揾到咧完全嘅真相。而嗰個黑影嘅人咧，被稱為 DMS。如果 DMS 咧利用精神控制嘅目的咧，嚟達到他問過幫 Mike 美剛才看到的是不是控制。Alex 不准下线。人的频道里面只有一段类似入职培训的视频，内容揭露了 DMS 的真实目的。表面上致力于确保人类与机器 AI 交互安全，实则是为美国政府执行精神控制计划。而这段视频的简介成功找到了 Alex 继续向北走后的视频。向北之后的视频画面显示，艾利克斯就像一个人机一样一直前进。而这时下方系统提示有人加入了游戏，这里的 ID 名也被加密，但通过解密翻译过来后会发现，这个名字正是之前与 Alex 一起组队游玩的玩家 Crafty。但这时的艾利克斯似乎是魔怔了般，无视了 Crafty 的话继续挖掘，哪怕稿子损坏，也直接用手刨图，从未偏离路线。之后就是 Crafty 对 Alex 的一段独白，内容是这样的。呢一段咧。Find you. You don't have to respond. 到㗎啦。 I just wanted to say bye. I got accepted to a college really far, so I won't really ever see you. I guess it's all on me for expecting you to actually say something instead of playing this stupid game. Well, have fun wasting your life playing this game. 而且如果我哋仔細睇嘅話，我哋會發現呢個 Alex 嘅第一段視頻係好正常嘅英文，第二段亦都係正常嘅。但第三段視頻佢開始有一啲奇怪嘅符號，第四段佢嘅字開始唔正常，到咗第五段佢幾乎已經直接精神分裂，到咗第六段好似慢慢恢復咗，而第七段呢好似呢已經慢慢恢復啦。所以呢頭先嗰一段視頻呢係來自呢一度嘅。呢一段視頻佢加入咗遊戲 Party， 跟住呢畫，直至到呢一度，我哋可以清晰，直至到呢一度呢，我哋呢，直至到呢一度，我哋放大呢，可以發現狗子消失咗。呢一個時候呢，阿 Quatty 呢亦都呢喺度呢問候一下呢個 Alex。Well, have fun wasting your life playing. 然後呢，我呢就發現有網友發現呢一個文字，佢係點樣發現嘅呢？佢係來自 Alex 嘅視頻。佢 Alex 嘅視頻呢，首先呢啲係我未上傳嘅視頻。佢來自 Alex 嘅視頻。如果我哋仔細睇嘅話，我哋會發現呢一個黑影，跟住佢，仲有呢啲字母。呢一個就係來自嗰個網站。
所以到最後令台指令直接傳呢送至個 Alex 的 Quartz 咧，直接呢個 Quartz 咧，呢個 Quartz 終於將坐標。接 Alex 着，我們果然看到了那個仍然還在終於將挖掘着的 Alex Alex。解救起嚟。但這已經不重要了。被精神控制、困在遊戲中整整6年的 Alex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嘅視頻就到此為止，拜拜。